我相信大多數人咧都係咁樣樣。忙嘅時候咧，雖然會好攰，但係忙完之後咧就覺得特別舒服。得閒嘅時候咧，雖然係好舒服，但係你得閒得太耐嘅時候咧，個心就會好慌。一個人經歷得越多咧，佢就會思考得越多，佢就會明白一個道理，就係越優秀嘅人就越努力。優秀嘅人能夠睇到人哋比自己好嘅地方，而平庸嘅人咧，總會能夠睇到人哋比自己更差嘅地方。其實真正努力之後咧，你會覺得自己比想象中優秀好多。記住呢句說話，越努力越幸運。